了，做你细声。要见到啦，刷啦，安怎安尼细声，各位听众，欢迎有人来槟榔好见的节目。这个礼拜装的拍子啊，这点点。这个礼拜，我人嘅特别嘉宾毛毛贵个来到对来甲我人讲伊嘅贵嘅故事了，一定当讲无聊嘛。这个礼拜啊，普吉，这个礼拜唔各位，这个礼拜呢，我人到对来讲贵故事，欢迎有人来，边嚟好嘅贵嘅故事。有時我買牌叫我唱得多些，等陣我就叫我買撲機，就去買牌是我還是你會買 ？Hello testing 1 2 3，要是對面的 OK， 各位另外一特別嘉賓呢是格林亞巴調，歡迎。大家好。了個有豆腐日本豆腐，歡迎。家己個 equip with sound effect 但係 OK， 即係擺啦，我哋到底嚟講幾個，所以我就係頂一幫下去，頂一啷聽到你頂到頂一出嚟幾個數哦，啷就聽到見哪聲？是兩種冇啊？啊，你聽到啊？我聽到，有影聽到。哈，即係人我講有聽到冇？見哪係超聲嘛？係啊？聽啊，本聽冇，當時你講嘅頻我做一件。confirm 冇你去聽啊？有人啲你 comment 會寫嘛？幾分幾秒？有人寫好多病你看下。啊，對，有人寫第幾分第幾秒？我等佢吹啦，幫人到底嚟聽下先。學幾上 ，OK， 我表示啊，等人至少簽學幾上都，所以 OK， 伊講幾分鐘啊，等我講係comment嚟，就是寫啊，未記啊。我本未記啊。Laugh， OK， 呢部唔是 Children I love， 唔是 Love more love， 哎呀死咯，是幾個 episode 呀？有人講你睇下掉 46:15， 伊講I can hear the kids sound too， OK， 我等 play 啊 ，46:15 啊，我等 play。阿龍，做主持個格格話 headphone， 我啲字入面叫人聽到，我咁樣咩人特別吹個魔都有咯。即係OK， 差唔多會嚟啊。過年先知啊。等我講然後前40集，然後我想講是小數嘅嘛，因為發燒成平常嘅嘛先知。46 46:15 差唔多俾嚟啊。啷住即係八條聽到八條聽到你見哪聲啊？แล้วว่าอีตัวปังอีตัวว่า因為ว่าอีกี่เบ้มีเกียร์มาแล้วปังอีตัวว่าชูว่าก่ออีอ๋อแล้วต่อไปอีหลายว่าชูหออีตัวสิขี้เหี่ยวว่าแบกเซนเนี่ยแล้ว因為อีจะเอาหมดถึงมาแล้วตัวขี้เหี่ยวว่าแบกแล้วอีขี้กับปังกิ่งอีขี้ตัวว่าปังกิ่งไม่เข้าสิอีเข้าอ่ะ因為我ตัวเทียอี看戲มาแล้วว่าก็講攞隻ปังกิ่ง嘅差唔多俾嚟啊。แล้วอีตัวขี้ตัวว่าไม่เข้าอีขี้ตัวว่าปังกิ่งไม่เข้าสิอีกิ่งเข้าอ่ะแล้ว我唔知做咩事。以前你看到人，看到鬼。我唔知，แล้ว我抱伊哦，我抱伊我講，我唔會按照你 cry， 一細漢伊袂曉講嘅，一細漢嘅，แล้ว伊干係曉好，แล้ว伊卡直直踏，然後。我聽到，聽到見哪個聲？我聽到。冇聽冇。我聽到。有來聲，頭較早是對咩？然後哈，對。但我個棒佢知道可能聽。冇啦，冇啦，你咪考。一睇到我房間門口是已經好啊。佢人注意聽，我佢多多聲。แล้ว我唔知做咩事。以前你看到人，看到鬼。我唔知，แล้ว我抱伊哦。我抱伊我講，我唔會按照你 cry， 一細漢伊袂曉講嘅，一細漢嘅，แล้ว伊干係曉好，แล้ว伊卡直直踏，然後。我聽到。
過嚟收，過嚟收，過嚟收。哎聽呦，到了，聽到了，大擺上會聽到誒，有。等我聽下嘅。成件落嘅咪啊！我唔敢continue講緊呢。頭一開到我房間門口先已經好好。依我哋聲喎。是哦。對，是你聽。伊講嘅卡塔嘅事差唔多。按照 look cry，一細漢伊袂曉講嘅，一細漢呢，然後伊干係曉好，然後伊卡直直嗒。啊！咦，我聽到囡仔嘅聲，我聽到吉利哦。聽到，有影，聽到。唔係講嘅聲。教人咪聽，教人家己結婚。冇得頂一禮拜啊，冇啲啊。是唔是依嘅聲？嚇，係咯。奇怪。OK，特別。我真驚咯。唔緊，咱講白行先。OK，唔緊，咱這個禮拜咱講到對人無驚，白嚟驚，佢講是唔是你囡仔嘅聲？囡仔嘅聲，就呢個無聊過嘅。講下。就俾講。是講頂禮拜我上驚，我盡了都講聽囡仔聲，我唔敢講。冇你當然就俾講啦，但冇聽到囡仔聲嘛，這禮拜暫時啦，不如。但係你講嘅事，佢就出嚟啊，意思啊。問閪啦，問閪，你可以講一聲，可以講一時一個閪。可以講了個嚇，你所以先等啊。OK，嚟，你講佢見啊？講下得啦，講個曉外白嘛對。講個頭，แล้วมันกินแล้วแล้วมาตุ้ยแล้วว่าอี度พออีนะตุ้ยแล้วว่าอี度講成個講哎呀 maybe 是新疆嘛能講話嘛樣กับปันตังอ่ะแล้วพอกินนะตุ้ย佢เอา我唔加入房間嗰度因為我驚我唔驚咧嗰陣時我在部隊片嘅時候我冇看到แล้ว我咪講嘛到แล้ว我吞落嚟緊張แล้ว佢เอาสิ我咪接房間因為我單位爸媽對嚟嘛一樣過去拜年樣去我爸位แล้ว我好少我冇等陣毛佢這是巴魯加貴先正舊年哦舊年啦唔是巴魯加貴啦唔是一年較加靜啊那邊是嚇一年靜and then 上一間出過啊 OK แล้ว嚇我冇ทันขี่แล้ว我มาต่อชัวแล้ว但ว่าก็ตัน我handphoneตันตัวว่าแบกวี咗แล้วว่าแบกมาตัวว่าปังเก่งเดียวแล้ว我都唔加隻ขี่咗特別我handphone滴彈我嘅講是成個講emergency 啊 urgent 係咪 call 1嘅嘛แล้ว我就成日笑人嘅可能就我做一個工課就白板嚟到到時候白板我走正緊接我嘅房間咗แล้ว佢就搖一擺成日拍槍呢佢就走出來直到聽位因為聽我特別講啦特別講直到特別講位แล้ว我聽我看一陣話我朋友拍來嘅冇咩事嘅แล้ว佢เอา我就緊搖我嘅冇騰出來嗰條因為一講有人都搖我嘅成日隻冇騰嘅嘛我就搖我嘅冇騰出來咗แล้ว伊成個講因為我只係食冇騰嘅啦，我食係你 rabbit 冇騰嘅咋。在要包一隻隻磚哈。要包一隻 plastic 嘅嘛對。แล้ว伊個 plastic 好成黏黏嘅呢啦，成好硬下，食過冇騰嘅呢咋。冇騰唔係下股咪成下嘅對。伊成好硬下食啊，成黏黏嘅呢。แล้ว佢有時我想冇硬下嘛，我倒我白出來，倒佢咧佢白倒出來，明見咯。冇硬下，แล้ว我就。驚嘛，我咪掂下佢咧，佢哋冇聽我掉。แล้ว我 refuse 是驚咩？你是驚講好，伊成學幾寶貴啦呢？嚇，我驚呢。แล้ว佢我掂下佢咧，佢冇聽，我 refuse 呢隻氣。แล้ว我明見咯，แล้ว佢เอา阿妹啊，我爸媽對嚟啊嘛，我咪介講這個事哦。แล้ว我媽就講我笑啦，人講話，แล้ว我爸講善正善事，講這使嘅做這使嘅勤佢，講這使話問講話咗。แล้ว我慢慢見到我去困喺度斜曬起來，斜曬早起來愛去拜正嘛。แล้ว我就叫我阿毛騰出去แล้ว我去嘅時啦，我看我阿毛騰是冇黏黏過，
無黏黏過，แล้ว我ขี่出來，แล้ว我對那時因為我房間是 aircon room 嘛，แล้ว房間我夾一粒起來隻啦 still 無黏黏過的，แล้ว佢我到 online 看戲，12點幾嗰陣時 online 看戲 Apple 啊，嚇 Apple 掉，แล้ว你知我看戲我是用 headphone 嚟的，啲 headset 啊看戲嘛，แล้ว你是聽唔到外口嘅聲，你明白？聲你低落去啊，你就是聽到戲嘅聲嘛對，聽唔到外口嘅聲咧嘛對。แล้ว我成日聽到有人笑安尼，我就聽到有聲。無，伊毋是安款，伊笑嘅款是無驚嘅。哦，在平時人看戲然後就哈，成日喊笑。แล้ว我都奇怪，我都開較大聲咯。我聽講是毋是喺你戲嘅咯對？結果毋是嘅喎，毋是喺你戲嘅喎，喺你戲都無笑嘛。แล้ว個後時我驚，我實頭我迄時我走出去了。แล้ว我小弟看到，你講你做咩？嗰隻有夾咗咩？我講無。แล้ว我解講㗎。嗰隻有夾咗，你夾夾咗啊？嚇！我只夾夾咗，我只夾夾。你小弟知道未？嗰隻有夾咗啊？嚇！แล้ว我講是，แล้ว個後時我解講咧，我小弟本驚本啊，因為我小弟相信嘛對。แล้ว個後時伊講啊無。你買入房間啊咯，แล้ว我講嚇 ，OK， แล้ว講你去叫我 back 出來好啊，會使喎，安尼，你講嚇，誒，就叫我房間叫我 back，我叫我 back，我叫阿毛騰出來接時，我覺得 feel 到伊阿毛騰黏咗，แล้ว我都點下嗰隻點下夾阿毛騰咯，你咪見咧阿妹咯，嗰個 Apple 我隻藥，我隻發燒藥，แล้ว我困嘅時咧，就成日講發夢有人。徛到我房間位咗，成伊徛到我邊啊，成看我困安尼咗。特別我再講是夢啦，我再講是夢數無安怎本來，因為我陣時我發燒，我頭真痛啦嘛。แล้ว個7點幾，我媽就叫我起來食藥食飯，然後就食了，我就教我小弟講誒，我夢到啊，我夢到伊徛到我邊啊，後面反正就，แล้ว我小弟就。講啊，無你咪困房間啊咯，還是下面安尼款咯。แล้ว我甲講袂啦，小我咪困房間，我困過來困點辦啊？แล้ว個後時阿妹想我困咯，困嘅時我夢到，我個再夢到伊咗，特別伊無看到我啦，伊成曉我白安尼款啊，特別我看到伊曉我白吹物件安款咯。แล้ว伊徛到我computer頂邊頭前了咗，查甫嚟。穿學衫，應該是查某囡仔嚟。哦，喲，死啊！咱個睇到囡仔聲喎。冇啦，乜人講話？冇，我講唔是當劍咧，我講特別定住你講呢個事時，我聽到囡仔笑聲。唔係講佢哋先。OK。我緊張啊，等陣。OK。แล้ว個是，我就夢到安尼款了，我無管伊哦，我再講是夢啊，我再講是夢到係你物件啊嘛，我緊開始看目睭困咯。困了，我 feel 到有人成搖我安尼款啦，成叫我起來安尼啦。切你แล้ว切我，伊成用手啊嘟我安尼款，成叫我起來安尼啦。แล้ว我嘛特叫我起來是安尼款嘅咋。แล้ว我嘛甲伊講下仔唔好亂我肯講咋。แล้ว個後時我聽到一個 reply 一個 answer 咋，伊甲我講起來看熱鬧啊，起來啦，不要睡了。講華語啊？嚇！伊甲我講華語，叫你請起來看老作啊！嚇！叫我起來看老作，莫困了。了，我聽到好。伊聲是咪囡仔聲是大漢人嘅聲？囡仔。囡仔聲，查某囡仔。嚇！查某。了，你就迄陣時我困掉嘅嘛，了我個發燒咗，我一頭白起來走啲個口痛位咗。了迄陣時你知你困掉，你白起來你頭會真痛，會興起嘅咗。然後我走去聽位，我坐掉，然後哎呀，慘我覺得驚，我喘氣啫。慢慢來，啉茶。然後我覺得驚，我走去個口聽者，我就看到佢哋硬講咗。然後有時我想無對片，我就叫我媽請咗。然後我就行去我媽房間我就咪請了。然後伊講可能。我講請了，我咪困了。然後我覺得我講了，你看咧，一個無請佢就，我咪趕緊走去聽有硬講嘛。我心裡喺度想咗，
坐到聽會等咗，然後佢後時我嘛未出來時啦，我就嗰陣聽到聲了就，我聽到嗰陣有查某講，你來看啊，來這邊看，看到就，然後佢後時一直到一聲到啲到嚟誒，你聽到一聲就到嚟房間嘅。聽有喲，到底聽。你唔知講，我一條你一聲是到底你頭會聽到咧，還是你聽到 from 大陸會傳來嘅？係啊。我在你成日到我身邊啊！哦，到你邊啊咧，到你邊啊咧，你看熱鬧呢？嚇，你來啦！一下叫我，你看到一下，你來啦，你來看啊，你來這邊啊，啊，看到就，我個家驚，我嘛冇出來嗰陣，我家驚去開嘅了，佢哋聽，我開嘅了，成小人嚟，看到哇！แล้ว個後時，我嘛未出來之前，我聽到一聲真係大聲，砰一聲真大聲。แล้ว佢後時我唔敢行去看，你明白嗎？你房間嘅時候，你媽房間嘅出來？冇，因為我住 flat 咧 ，flat 我厝外口時夾落來，แล้ว我聽到砰一聲，成 accident 可能聲，แล้ว我唔敢行，我去探哪看，我一頭坐到佢哋cushion以後，我成個腳喙掉到邊未起來啦，反正，我領入佢哋人。你是嚇個車驚破單嘅？嚇！我是真驚，我是成個小人嚟，反正我開嘅了佢哋聽，我喊咗，แล้ว我抹出來咯。我嘛就罵我咯，伊講小學安尼暗，講唔困嚇，個邊咪鬼邊咪幫，แล้ว佢後時我甲講，唔是我唔愛困，我聽到人叫我請起來看樓座，你知無？แล้ว我嘛講，看樓座喊樣，我嘛就講喊樣嚇，叫伊來甲我講，喊咪喊到就，แล้ว佢後時我硬有聽到聲就，迄陣時我真係驚，我甲講我硬有聽到聲，我聽到外口有砰一聲就，แล้ว我嘛就真大膽就，我嘛去開咧。開下你門啊，開下你茶門嘅，講嗰度嚇碰咩碰，講去困啊！你嘛家己是愛困啊啦，你嘛會到都愛困，แล้ว我爸就請，我爸就講係咪數安尼暗了啊？你是幾點講？是3點幾4點，我4點，然後伊就講，我甲我爸講，我講甲我好咗，แล้ว我爸本相信你啦，是讀下。我爸是應該是家講。咪亂講啦，แล้ว冚起來成咪我驚你看咯，แล้ว我去房間困咯，困到我就早起哦，7:00 8:00 8點幾呢，我嘛我請啦，伊講昨暝你聽到阿咪咪驚，แล้ว我嘛甲伊講，有人叫我起來看樓咗，แล้ว我聽到外口嘣一聲成 accident 嚟看，แล้ว我心個想講，唔知是 accident 浪嘅無人載，係人死去啊成咪啊，可能就，因為轉到好到我厝外口嘅嘅路呢就，แล้ว結果我嘛甲我講，早起伊係去萬山買菜時候，佢哋樓頂嘅人甲伊講啊，有一頂甘蔗啦，吼，應該是互人浪哦，浪啊，吼，伊車落浪溝，特別伊車是無人嘅，伊是北到後邊嘅互人浪啊，車落浪溝。就是講我聽到佢哋聲吼是無錯嘅，你明白哦？你聲是正啊？佢哋聲是正，是講我嘛開門出去嘅時無人。對甘蔗拔倒落去，無可能有人行出來嘛，對，所以嘛無人哦。แล้ว我嘛看無半項哦。แล้ว個後尾嘛就講無去問人講，還是蝦米安尼款咯。坐去問人講，แล้ว是我爸本無互我載上濟啦，伊干那肯坐我去了，肯互我解，แล้ว叫我買阿毛湯去啊，款呀，買阿毛湯兩包。去到落去你嘅咯，甘蔗落車落浪溝嘅。無去互佢哋人講。因為人講教我做應該是，แล้ว佢後都無輸啊，แล้ว初五嘛對，初五我就去我嘅 lecturer 嘅厝擺正就，แล้ว我嘛跋筊哦，迄陣時啊我真烏啊就我運動啊真無好咗，伊裝啊夾1點咗，我夾車尾啊，本輸，輸，伊裝1點呢，我空點啊，呀。伊裝夾2點啊，我夾1點。你個好笑嘅，你知道看幾日就成到跋筊水，跋筊水。輸甲真忝咗，แล้ว個後時無久我個幫着迄個查甫就查甫囡仔啦，แล้ว是講我無講驚伊蝦米啦，我無驚伊啊，是講上起是而家只特別到幫嘅位時候，我成日 brave 翻咗就。佢走去解講。我講你這麼在這邊你不要打擾我，我解講翻咗，你講。你講我等我的媽媽，然後佢講叫你媽媽去別位帶你，不要在這邊。我個解講。但係我會翻譯就係成個你談話才能聊天，
講到啲忙嘅時，看到嘅時，佢看到你見啊，你時佢嘅嘈見啊，叫佢見啊，講你做咩就當單叫你走？你講你見啊，講我啲單又話罵，你講你 keep 佢單話罵啦，正單你罵可能叫佢走啊。我扮嘅你講有幾刀？你可能是你 because 因為你發燒了，頭殼顯講往時誒，成 hallucination 啊，往時去想到。對，我嘛就是肯甲我講咯。特別我真驚，就迄陣時，因為我有影到迄個 headphone 我聽到聲，知喎。聽物件無可能會錯嘅嘛，對。我問你，毛毛鬼，你有聽頂節誒，邊個學見160，180學幾上嘅是？還是你落啊？你無聽？你去聽看40個我聽都無。你聽較這字，你聽看，你去聽看。我唔聽，唔講。40我個看是不是上些聲來嘛？有可能是。冇聲啊，別人啊，係啊。你朋友啊嘛？係我朋友。伊來隨你講嘅。無啦。到你會聽到嘅，唔是到我會聽到嘅。特別你講嘅嗰時囡仔喎，但是講別行個聲個你 OK，你喵嘅聲咧。你 before 你講。before 你甲我講就囡仔，你甲我講就囡仔是你嘅 cousin， 你嘅嘴，你無講到係你鬼是囡仔喎。特別我聽到嘅聲就是聽到囡仔嘅聲。咪亂 ，OK 好別人。OK 啦，咱講個別人講就先可以去唱佢咋。不過是你頭殼係你啦，你家己想出來 OK。咪亂。冇你家己驚啦，你家己驚啦，想出來嚇，然後你做你打家己發燒嗰時，家己想出來佢你頭。想咗我手寒個了，我想便當我切手。唔是，我做你冇驚，你聽我講，你是發燒啊，你頭亂笑，唔是真正聽到可能。誒，特別做咩事你浪掉，你特別所以浪掉嘅車跟朝是冇關係啦。跟他聲啊，就浪掉咧。跟他聲呢，浪掉人走咗啦，佢徛到邊。奇怪。當然啦，嗬，即個八條講話真八條就是捌聽過嘅啦，八條嗰條。嚇？可能八條嗰條。有。啊，嚟講啫。哇。我係故事咧，特別講起4年前咯。古早點聲時候，我是住佇5條路的，你人知講西瓜橋？嚇？西瓜橋，伊是一個橋誒。到底位？就是講伊是海樓頂的厝的茶厝。就是我只屌嘅。海樓頂的茶厝。伊古早山林橋、山洲橋。我知，對，到底你講法子8號邊嘅啦，係啊。我是住佇西瓜橋。對。我咧是住26號，但我即個故事咧是 about 我 neighbor 嘅，伊是27號。但咧吼，伊邊吼，伊是有一條查某咯，就是我 neighbor 嘅朋友嘅哥。等陣我想，你嘅朋友嘅哥。你講你朋友嘅 neighbor，你 neighbor 啦，我 neighbor 就是我朋友嘅哥。OK， 你 neighbor 就是你朋友啦，伊嘅哥啦。咱咧吼，咱係一個名咯，就是講伊是 B 咯嚇 ，B 咯，B 咯。咱咧吼，伊咧袂講 B 先，咁啊講迄邊嘅厝嘅環境先啦嚇。迄邊嘅厝哦，就是講樣樣板吼，就是講樓頂邊樣板啊，樣是逐間厝門是相嘅，樓頂門有一個像啊。透明嘅 plastic 學罐照一排出來。對，我知你講咩嚇？伊成啊係伊樣板嘅中一角，伊係一個 plastic 樣板，所以一頭入來，可能較袂拗。對。咱咧吼，即條 B 咧吼，伊咧是一站點聲咧，應該是去國內，應該是去旅行回來。然後伊就參與一大堆朋友咯，咱即個萬樂巴所，飛機場，咱換車回來。然後換到7條路啦，就啦5條路，甲7條路。古早一日迄個位是換甲熟咧，會使講冚目睭換滿換會轉厝咧。然後伊就會使講是誠善本啊，伊就換到7條路。但咧吼，伊咧參伊嘅3Q朋友咧吼，伊數來數去哦，按7條路無在就入到5條路位，你知？
哦，講無在條接到我人迄邊嘅，即你特去做工，轉來要按迄邊過嘅。啊，特別有可能伊忙啊，是怎啊？伊大一啊，上面啦嚇。啊，伊洗袂斷咯。啊，落尾因連即3條門行咯，啊，落尾吼，人都甲，你講啊，無人提起精神，人按頭鬼行一擺。就繞去樓骹按屯地，按即個紅定格迄邊，你知啊？我屯地下我睇我知嚇。繞起來，我甲來慢慢按邊接過頭啦，個接咗嚇，即接去哦，高速就來了。伊就水困哦，伊直到暗暝，毋是暗暝啊，啥啊？伊轉到厝啊吼，伊感覺講啥啊？有物件哦，對伊對到厝，捌咧吼，伊入厝點啥？伊蹛外口。你說無接你厝，是對去厝，特別無接掉啦。伊啥個會入去內邊，伊啥感覺講？伊啥感覺講？外口啥啊？像個 MLE 你看到冇？哦，大家要偷看咧，偷看咧。伊actually咧常阮是拄着款嘅物件咧，所以伊無去處置款嘅物件，所以伊無去管理咯。咁我即阮代志又大概延續了一禮拜嘅嘅。即是緊是 B 啦，唔是你 neighbor 啦，你 neighbor 講啦，即是。特別伊本是大下邊嘅。我邊啊，我朋友會講嘅。咱你吼，伊一禮拜過後哦，伊倒來啊，物件實來啊，真係差亂啲啊！點先是哦？咦？點先是？普通人困攏會袂感覺講啥啊？人困啊一半，半暝請個陣袂緊動。哦，幾大？幾大咯？然後一個一物件是講，伊知講伊是真請了嘅。伊是正線啊，是車了，特別白袂叮當啊，袂叮當嘅，然後是叫袂出聲嘅，然後真濟名你看了，然後佢甚至伊有捌 try 過搶物件，伊捌家己 try，即是伊講伊 try 過，伊困嘅時，伊舉伊嘅電話，下帶伊面床邊困，無緣伊困車嘅時，伊嘅電話帶佇伊嘅 computer 會倒頂樓頂嘅。哦，你甲毛毛鬼講我嘅想哦，你講樓頂嘅，樓頂面啊，頂面你講樓頂，我當人講我嘅想啊。伊個感覺講哦，但是困係點先哦？有人坐喺伊嘅邊啊，有人啥？咱都知攏困啊，困喺面床頂嘛，伊嘅面床是叫人困嘅嘛。然後，但係有人坐喺你面床邊啊，你會感覺講。會落落去迄種嘅啦，伊是半暝吼，互伊坐喺邊仔咧吼，然後請起來啦。哦，伊成面床坐落去就甲침落去，啊，你安尼침落去啊，對，然後我哋代志哦，都直延續個真久咗，啊，落尾伊袂動了，伊就去找一個去問人講，然後人講，伊有對到迄個物件。但迄個物件咧吼，來炒爛滷嘅咧，並毋是迄個物件。迄個物件無炒爛過滷，特別伊有對過滷。炒爛滷嘅咧，是對滷真久咧，是接落來味道咧碰見嘅味嘅。喲，所以啥物事咧？伊人就去請洪水山來，一個洪水山來看。伊洪水山講咧，伊嘅迄間房間咧吼，古早咧，人是寄來擺日本人講。哦，頂到日本時代是嚇，日本哪嚟？你知？我是聽人講嘅。日本人講啥物嚟？伊啥人白人講伊，人無啥，人當人吼白人講嘅哦，是啥啊？人嘅是啥啊？規啊，要向海，要向山，還是要向大門嘅是哪樣啊？然後插片我那樣無嘅啦，伊人講哦是特別，安怎講？特別佇多迄間房間哦，特別是袂少着關。哦，迄間房間咧吼，是無論安怎，迄個樓頂陽板嘅關吼，蝦米點聲照啦，迄個關無在度照入迄間房間嘅。哦，咱吼，伊迄個日本人講哦，就是伊叫人哦搬走了，捌伊無請走迄個日本人講。日本人講大啲嘅房間，伊搬來大。然後伊就有夠馬路了。你講日本話無？
無，伊是直來炒亂伊咯。咱伊行水先講哦，伊日本人講本地，伊日本人講哦，樣是喺那肚內邊擺咧。我捌聽過，樣就以前是講，以前是咩日本咩血啊，唔知咩。我唔知啦，樣是到底像一個肚內邊了就要下去了就要夾布冚起來，原來擺咁樣時，咱就要開嘅，了開肚，了擺牛鈴，了手拍三下。แล้วอันนี้คนเนี่ยแล้วก็เลยคำนี่อย่าได้คำกันแบบว่าเด็และอันที่เลยตูเลยเหรออีกูใจ白色方法เลยเหรอที่เลยตูเลย就是大啲嘢面層嘅對面就是了嘢面層落尾用個槍嚟防水先嚟甲伊請走然後甲無咧請走去請走去一對特別來食嘅呢，一道嘅唔是咧，到外口嘅對，是到啲厝咧啦。是到啲厝嘅是只。其實你捌過去厝，你捌感覺對啦，可能。我去厝咧，我是actually伊厝咧，古早點先是咧，是一規間厝干那一粒 computer 呢，就是到啲伊嘅房間。我嘅朋友就到我去厝嘅朋友，伊間就是去伊房間伊。但我感覺到伊個房間咧是特別一期咧，都無論安怎咧，下晡早起暗暝好，我就要開會。但伊個房間咧吼是通到我個個房間嘅。因為落壁都壁啦呐。對，三幾壁就通嘅。然後我去房間點先是我感覺講正你講真無常嘅，去邊個我。感覺但是感覺講成個紅音姐姐啊，即係是普通紅線咧，特別你自家成個紅音領啊，你領佢魔鬼殘噶咯，係講成個領個頭頂嘅是種嘅。我聽過，我看到一個你鬼樣噶啦，講成就是講你感覺紅音條，但領是樣有嘢咧，特別我看，我就是個看很戲嘛，所以有嘢咧，就成個 infrared thermometer 啊。樣看你 temperature， 可能是感覺到是伊個照時你看伊 temperature， 落個啦去。你記你有講咧？你捌聽過這毛毛鬼？嚇？你捌聽過這個羅迪巴條？唔是羅迪巴條，跟人家巴條講嘅。伊捌，你捌聽過啊？頭先聽嚇。我未รู้當今人嘅 chat room 真係幾人嘅。อันนั้นก็จะแต่แล้วหลังเที่ยกุยก็สุดจะรู้ไหมหลังลองคีโพลแล้วไปมีคนลองคีว่าจารีกี่เดียวอย่า定面你โพลใช่โพล以後去做你โพลคนลองจะ注意把看鬼要ลอง看到โพลไป我每看就ลอง believe ลอง相信鬼哦是講ลอง就相信鬼嚟講去做โพล嘅咁樣去แต่แล้วคันตัวก็จะมาแล้วก็ตัวนี้嚟กำลัง講ค่ะแล้วแล้วก็มีหาตามนั้นก็มี個對แล้ว豆腐你冇講到滷嘅個你未聽就看到未聽我聽講嘅還是未聽講我看到你自己看到嘅我確實㗎這是到馬來西亞還是到日本還是到澳大利亞日本本有 Australia 本有馬來西亞本有你成馬來西亞我知啦我講一個 warm up 先啦講一個 warm up 先啦就久冇講故事啦唔見到把這個寫就掛幾個故事一個是檳榔福建的講幾個故事，一回來聽好幾對路，好幾上地路啊蘑菇啦。OK， 嚟，你下你講路豆腐。是發生啲7月半嗰時咯，幾個數噶啦，不是7月半咯，你講了。對啊，嗰啲有攞嘅嘛，對哦。冇當時嘅冇。แล้ว幾個了本是有攞嘅，樣本成 uniform 嘅白衫等等，อันนั้นเขาเนี่ย等等，uniform ก็แล้ว有嘅，ก็แล้วก็ imagine 啫啦嚇，都是一個 taxi driver 嘅故事嚟。了，攏咪就係long boy 咯，long boy 哦，咪是有 long boy 忙，好咯，冇忙咯，對唔對？所以一個 taxi driver 咯，就一個 taxi driver 伊就手頭硬。แล้วสิ7月半ยังเขาจะ講อันนี้เขาเตรียมเสียไม่กุยหูเป็นอุลังคอตัวมายิดใจนะครับน่ะแล้วต่อไปเกี่ยวอังเกอร์เลยตัวชิวเท้าอันโบปันหัวตัวยิดใจมาเสียเก่าไซน์เขาเตรียมเสียโบเป็นละอุยตัวมาใจอุทันเจียมายิดใจ咯ยิดใจแล้วเหรออีตัว心想就一定อังเกอร์是等人啊等人嚟，แล้ว就想
啊，第後尾坐唔要緊啦，嗱坐邊啊，咪較易理咯，坐後尾 OK 啦。你咪換車直行咯。你就是阿 John 你看到就，只行講啊換車是一看尾啊，可以，真易理嘛你對唔對？對。所以driver心想，哎呀，無你看係輸的啦。你咪就登去看一件事哦，高西有影無咯就尾，有影無人咯就，無人起來就尾，無人咯就，你無理由，伊直直很想無理由，咪看，直直看頭前嗰個就直直行咯，然後行，是查某你講，查某來騎車，你個再行咯，伊講 OK，我咪用鏡看，我頂頭去看，無都是會看到咧，然後佢就慢慢頭頂位看咯，有啲，好彩有啲，嘛無驚咯，嘛我再行咯，行心想，高西無理由看毋對嘛，我再看行咯就。哇！有影無咯就，驚人面看無啦。伊個行來瞧來看，有影看無咯就。你個嘛直直個在做來做行咯，嘛佢直直立腰咯，死又唔知做好，唔知會講話較好啊，是咪講話較好咯？嘛直直行咯。行咧，心想無夠滾啊一刀，你個是頭用伊目睭肯俾伊看吼，個有啲喎夠犀利，到底是安怎看無明白，到底是人還是鬼啊？伊唔知咯就。然後個行咯。你想有影有看到，有影有人，因為伊目睭佢看到了嘛，有影有人，毋是鬼。你咪佢再看伊超再直直行咯，行，你是到佢再看行咯就。哇！一帶看到有影，佢再無咯就，因魔鬼是夠啊長咧 emergency brake 咯就，emergency brake 是砰一聲咯就。哇！伊變過去看時，哇！夠犀有影看到咧，伊個查某啊，流把腰直直喊咯就，然後講會㗎啦，直流出來咯就。你阿哥就真驚就，人家講 sorry，有影，你係咪你講我會做對，我做你對了，你咪害我。你查某就甲伊講，阿哥，係咪輸入 emergency brake？我啲烏皮使烏個鬆，我頭皮地頂位烏個鬆，你就來 emergency brake。當然我係叫你查住我鼻哥那邊，我會講出來啊，裝好，當見啲 clinic。你看。阿媽就俾我你好笑，我皮卡西，呢度啲頭皮啊，我皮卡西就俾飲嘅時就走嚟啲頭皮啊。一安嘅。皮康西啊，嚇？皮康西，我皮康西。即阿個另一把屌計叻嘅嘅估嘅條。等陣啊！我講你啷個叫仔為隻朋友有錢甲人講佢。而講以前邊個嘅我呢個就冇喺一面斜咧時，一面斜白白咧，裏邊就只臭味喎，只臭味。那時候又走起一時落車嗰時，就驚對出看是流曬啲車。你好笑啊！特別講者下你。好啦，頭晚係 warm up 呢 warm up 啫。OK，好笑。OK，我就好錄啊，就好之間毛鬼嘅本嚟驚者可以驚者。有個時候我就嚟講數個咯。講。唔知隨無隨鬼啦，可能是家己心理作用啦。嗰陣6年級嗰陣，6年級嘛是有畢業旅行叫咩啊？畢業旅行嚇，畢業是去旅行。แล้ว我人都去新加坡嘅。去新加坡，แล้ววัน因為6年級時間人細細隻呢嘛，都6個人一間房間。แล้ว佢哋房間咧好是一個 single bed 加一個 single 加一個 queen 嘅啊。個一個 queen size 嘅 bed 啦，面床，แล้ว面床，แล้วก็เอาสิวางตัวเสียววางตัวพักส่วนเป็นแล้ววางตัวบัสอุ้ยจ้ะวาง應該วางตัวบัสขี่啊嘛，แล้ววางตัวบัสอุ้ยวางตัวกองอ่ะจ้ะวางกอง去 hotel 啊唔就貴喎，係咪啦？喺家己講啊，แล้ว我朋友人個講，係喏我媽甲我講啊吼，去 hotel 若是看到冊係咪啊吼白曬叮當嘅啊，都被綁到對合併嘅啊，係咪看咋？แล้ว我就講啊，無我嚟看咯，因為是本來是一個 single 嚟講，特別2個人困一條嘛，แล้ว4個人困另外一條嘛，แล้ว我講我去甲合併嘅，我就成合起來先。哦，2條面成個接起來啦。6個人就在困啊。對，แล้ว我就 plan 好些啦，結果去甲迄個 hotel 喎，
我個入去開伊個房間門哦，快水哦！你看到頂有影有一本冊有咗，一本成啊聖經啊，款物件啦。แล้ววังมาแทนแล้วก็ได้คำตัวนี้แต่ปีวังโบสังกังกง move ตัวอีหามิล่ะสิกงแฮนแล้วหันผักคำตัวนี้แล้วก็เอาสิวังตัวกง哎呦該驚呢咯，因為วัง頭一刀成啊去出會妹嘛嗱你記得嘛，แล้ว出國鋪แล้ววังตัวกงสัมปท้องของโบแล้ววันนั้นก็เยอะกุ้ยเขามีแล้วเขาว่าเป็นก็ไปใส่กล้องตัวกล้องอะไรอย่าใจมีคนจอดแล้ววันตัวเดี๋ยวว่าไม่กล้องขอเดี๋ยวเขามีบุกกล้องแล้วก็วันตัวกล้องแล้ววันกล้องขุนเสียเนาะเดียวขุนเนี่ยมาจากที่กับพาสุยเดียวแล้ววันตัวขุนแล้วไอ้ขุนจริงๆว่าเป็นอยู่ตัวกับกล้องว่ามาก้องน่าสิก้องบินถึงตัวเดียวเกียร์อะไรเกียร์นั่งหัวจวงตัวเต็งเกียร์無好誒，特別窄伊行起來。對。特別日多拉冚嘅。嚇，你揾到嘅狗的，嘅狗，伊日多拉嘅冚嘢，冚嘢嗬，佢困咯，困咧，可能是一乾零啦，我飛個真下零就揾落嚟轉咯就，轉了ขา班ขา零嘅，你揾諗就白白啦，你揾個聲講，喲，พอ諗นู่諗我，แล้วปีอ่ะทำยัง諗อ่ะแล้วก็แล้วเป็นอยู่ตรงเลยอีจะสวยอีแต่ก็ปีอ่ะมันเล่นก็จะเลยหลัง諗นู่喲，นู่就，แล้วกะกี้啊，啷個是？嚇，我你食กะกี้特別唔一隻見迄陣時唔一隻見，喺度困咧，問曬佢導師的 morning call 嚟啊嘛，叫我好車咧漲水啊。แล้วโฮโลคิเราคาตันเนี่ยบัสไลอ่ะ係咪？你講4G 誒聽講，你講喂，伊當佢到啲 hotel。อีกอย่างแล้วก็เอาสิวังขี้ไรเนี่ยฮะวังจำแม่เบ่งเกี่ยให้เลยตัวละคำเดียวเลยเกี่ยมาอีตัวละบุคำเดียวเกี่ยวเสียต่ออีตัวเต็งอุ้ยอ่ะแล้วเขาเล่นสี風吹還是係咪啦？咱凊彩香港啦，你一拔刀落來，還是未穩係咪未在拔刀？特別好玩嘅感覺就是唔知係咪嘢落來射頭毛係咪？可能我真搞笑啦！真得搞笑，我講唔係啊，我內人白入袋率，因為落嚟人嘛，แล้ว我講一個長 A， 一個西面，對，แล้วก็對話。嚇，都背我背到你看，แล้วตัว頭一批一期哦，就是我兩個朋友哦，一期就西邊，一期就長 A， 因為長 A 期咧，伊就真驚貴，伊就徛掉長小個呢，長真緊咧吼，伊就好了。因為西邊咧，伊本西邊真緊咧，西邊一半是，伊就看，因為驚你就西邊，安怎講？西邊盤頭前就驚嚇。嚇對，西邊盤後尾咧是一個放西盤，放西盤後尾吼是一個每年拖起來嘅炸掉長嘅位嘅。對，沙瓦格頓。嚇對，แล้ว喺你西邊咧，一看去行位時，伊嘛是看到影嘅咯對，因為伊炸起來啊嘛，你就看到看到另外一個朋友坐到喺你講魚缸。哦，就迄個巴達位啊，長一下對，長一啲。多邊脫手咗，你伊就心想真起哄啊！伊就講平講愛白緊嘅嘛對，你長啊，然後脫，可能就你就起哄啊咯。แล้วก็เอาสิ伊就講一句話，伊就講衝快點啊，長個緊淡薄啊，我個愛長過。แล้ว喺你內面嘅朋友就應你講，嚇，我已經食緊了，可能就，แล้ว結果是。內面迄橋就看到迄個外口嘅一橋，坐佇面盤，坐佇迄個放西盤嘅位，就是講到伊個迄個每年嘅隔壁咧，坐條放西，咱伊嘛起哄，結果因無講本，無講，แล้ว出來西邊迄橋就甲我講，無，張 X 迄橋先甲我講先，講巴刀啊，攏問解白張啊，แล้ว我講係咪數安尼款咗，แล้ว佢講，伊啊真無解啊，人張 X 伊放西咗，係咪款咗，แล้ว白白上一間就已經真臭味咗，個翕條咧，個無空開，係咪可能咧？แล้ว伊就講無解嘅事，แล้ว就互迄條聽到咗，迄條小妹哦，老條小妹就講，我第時有放西，我徛到邊西邊呢，係咪講？你講我明看你坐到放西盤位啊，
แล้ว佢又講，你問講話，你問有喙講人，無喙講家己就，伊講講明明愛爭緊緊嘅嘛，都困到你位，直突，等下都突下面啊！你佢講人講嘅話，你往 feel 到真驚，你知？一看到嘅是幫曬，你一看到是突成，特別樣老人明明無做到下啲事，你知哦？有可能老人明明有做咧，亂話我亂你。係啊，我又講到，แล้ววันไก่เกียเนี่ยแล้วอาแม่แล้วกูเอาสิมาสิยังรู้เห็น嘅บัส出去啊咯對，แล้วอาแม่就對嚟，แล้ววังจากที่佢係วัง補給房間嘅咋，แล้ว room service 咧，伊是無甲你 service 嘅，因為鎖匙我人摕掉嘅，room service 你走去就是伊甲你 room service 嘛，แล้วกูเอาสิวัง對嚟時候，วัง嘅名稱嗬有人扣好了嘅咋，特別嗬。伊皮帶成掀一半起來安尼款，成個有人扣好了，個有人倒落去困安尼。哦，是人伊只人嘅食，人伊不，伊無人嘅食，伊是按嚼，但不有人掀一半起來安尼。哦。แล้ว我就講，哇，個安尼好嘅 service 啊，係咪啊？แล้ว結果我就想講是 room service 啊，แล้ว尾就去旅行哦，去啊佢後幾日之後，人嘛坐巴士轉啊咯，แล้ว佢後就講啊。那 hotel 嘅 service 啊，真好咋，個 room service every day 啊，特別一奇怪哦，伊 room service 啊，伊個被配到個被擠起來淡薄啦，往大香港啦。แล้ว我朋友就講，我嘅房間都冇 room service 啊，因為我甲我朋友嘅房間是通嘅，兩間會通做一個門爾，通來通去。แล้ว佢又是，แล้ว佢又我講有啊，有 room service 啊，有 service 我冇可能冇 service 路嘅嘛。你特別有咧學到嘢就是伊壓擠落來嘛，伊個咧，伊個配單。不，伊毋是擠落來，伊是開一半起來。我有咧，有人是安尼看你伊想開啊，壓落來到底講呢？為嘛？伊學到就唔得咪答應。不，伊無病，伊想講人。先猜下呢？一個格呢啦，一個講呢，我掀起來呢。哦。所以伊唔是做個白白啦，即是想嚟。伊掀4/3你看起來。哦，你唔是無自水咧，是咱拖起來就錯落呢，真彩呢啦。哈，你往早起出去時是食垃圾嘅咋，往無吸房間，往抄出去，因為我覺得困袂使個行鬼嘛。แล้วก็เอาสิแล้วไม่กิ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เอาตัวนี้咯แล้วคุณว่าเก็บ房間嘅啦，เก็บ房間嘅是查某本，เก็บ房間是4厘查某5厘查甫，แล้ว就人就講，攏因為人甲阮隔壁房嘛，做一個門的嘛，แล้ว人就講，阮暗暝困的時啊，阮是對啊，甲來講啊，攏莫驚啦。人講人暗暝困的時啊，聽到阮的房間時有人對壁安尼款啊。哦。篤，就對迄壁，才要對破一個壁安尼款咯，就。哦。安咯，特別阮無聽到，阮無聽到，哈。特別人聽到人講家己安尼聽，我毋敢講出來。那特別等甲對啊坐吧，才甲講互阮聽。哦，你咪是攞咪聽我講啦，去金馬路嗰時，我嘛就啲伊個房間伊講伊聽到伊基本是對我爸當然去就囡仔嘛，所以聽講伊隔壁房，特別可能是聽講伊隔壁房囡仔特別就笑啊，佚佗啊，走去嘛。你時佢咪走嘅時，咪對嘅時，個再講下間房間就空嘅無人，會見得無見得大啊間房間。我會唔會亂一個問題啊？咱有想講，咱困嘅時啊，會聽到你樓頂上有白骨巴肚嘅聲你看呢？有無唔捌？啱樓頂，你是樓頂還是樓頂？還是頂面？你特別講樓頂嘅哦。樓頂，成厝樓頂啦。厝樓頂啦，你厝樓頂是有人住呢，還是厝樓頂是厝下來？有人住。哦，無啊，唔捌聽過。安尼看你係啥物叫篤呢？下白骨呢嚇。你一個篤啦嗬，個篤，阿咪霎時點啊就，你一個就係從頭嗰度篤過，篤。讓我 try 過你看。繼續講。八條。槍啊咧！對，槍啊！冇。一時間啊，面就有時候我咪自查點都聽到人敲刀頂嘅聲。
有，但是边尖拍交来，邊針拍交嘅聲，安怎人就當大相清楚嘅係咩？冇聲，光距離真遠。等我吹。邊尖嘅聲。咩事？安尼啦，篤，你講。嗱，樹本不講伊聽過咧。樹本冇聽過誒？伊聲是款老注意下。伊聲是安尼款嘅。哦。係聲白骨白骨，你講咩聲？就是樹本冇咁聽過呀。我冇聽過。我唔係，我常常聽過。我佢聽到啱咩人搬舊衣個，人你知人摸石你知，摸石樓頂嘅舊衣啊，伊想啊，伊2點啦，你想我知啦，伊2點啱咩起來擼舊衣咩，即係我怪嗰啲啦。伊成 move 一個只放嘅物件，move 一個圖啊，你看。哦，插圖啊，你拖呀？哈，對啊，裝這聲對。哦，我唔係聽過喎，特別我但是就困啊，我是未聽。嗱，白沙番嘛講聽到。哦，我唔係聽過喎，奇怪啊。唔白咩？我常常聽到嘅嗰個呢呢。你當今咩聽到過啊？當今 still 聽到。安怎會聽到？你看你聲呢？我冇聽過特別啊。我陪我弟弟咯，แล้ว我弟弟甲我講有本又聽到本。特別暗暝2、3點咧，係咪起來佚佗白骨里咧？有可能唔是白骨里咧，有可能係幫西定。白刀頭卡。無，我講伊聽到伊個隔壁人拍即個正三擺。正三擺是卜嘅嘛？唔是卜嘅，卜嘅啦。唔是只正三擺，即係正三擺。咩？OK 啦，對，豆腐，你講台灣你會講未？台灣你會講？哦，冇啦，冇，我冇聽過，特別方面設計有人版或者尖頭。咦？到處都冇啦。安怎？你講標靶，係吧？哦，講啊。hostel，然後 hostel 裏邊家己一個人嚟嘛，一個房間一個人嚟嘛，細間嘅。然後咪困咯，困，然後每個都有鎖嘅，因為就講啊成。派聽講古仔就係中國鏡本嘅，然後我唔知樣荷蘭嘅臭人嘛，咁了鎖房間咪鎖個了咯，鎖房間裏面我真正少無別人咧，你就，然後困咯，困咧嗬，幾拿刀嗬，困，上一暝裏邊啦，做枕頭無去咯就，然後無去了嘛是奇怪咯，嘛是可能白刀去食 normal 呢嘛，嘛佢就下頓咯。幾拿刀就因為我一個人我無枕頭我未困嘅，我困得頭眩嘅咯就無枕頭啊。然後我真係 sensitive 得到車，然後咪佢就下落堆咯。然後夠犀無理由嘅嘛，無理由真係直白刀咧，我唔是講攣嚟個攣去，我都無攣嚟攣去嘛。無酸。叫尾時我無酸本，然後叫尾時 just normal 人困啦。然後我是就講話 face 你 wall 為咗就 face 嘅壁為咗就。呢邊向到邊？我邊個身軀本向到壁為。OK， แล้วว่าหนอเลยชิวมาตีว่าบินในเท้าเจง咯กิมแต่ว่าจิ้มเท้ารู้เดียวไม่กินเดียว你困到啲魚啊你困到魚啊對我困到我魚啊喂แล้วว่าหนอเลยชิว你都做人看下對我หนอกี่ชิวกิมแต่จิ้มเท้าอันนี้เท่เลยกิมแต่จิ้มเท้า頭變頭整對หนอเลยกิมแต่กิมแต่咯แล้วบัด我有一真正 feel 到慢慢有人啲板咯就阿妹喂我阿妹喂我唔夾幫唔夾俾佢看我嘢，我就係講爆笑面嘅地板咧。因為感覺啲 Q 淡薄咧拖出去啊。因為伊愛你枕頭。我唔知啦，就 start 嚟試是輕嘅，一般輕嘅，伊成唔係學一制呢，反本啦，慢淡薄咁拖啦。有問題制咧，我就計㗎，我就去計板條咯就。驗掉裂掉啦。我驗掉了。死啊！確定尖頭一夾嘢，唔知咪夾我係咪事咯？就等陣我夾。我成日講，哎呀，唔要緊啊，幫零可以夾，咪鎖咯，咪困鎖咯。等陣高身啊，時夾尖頭啦，咪夾陪斷咧，看夾陪斷啦，咪偷愛殺。因為白蒙咯，咪鎖咯。是咪夾尖頭嚟執嘅話，咪咪知我係邊啊？我見啊，我咪可以，我咪可以，我哋掂掉啦。哇，高身真正有力咯就。
伊直班的吼，无啦，无错，你真真正你到底听是好笑啦，你去 imagine 看，等下你困的时，你去上学人班的枕頭，是甲你真正 close 你就伊，真正咧边啊，你就。啷特別是穿開哦。無。啷講到 hotel 時候，特別啊，頂到我叫我第件我聽到就是迄個即個做好嘅雲吞甲人講嘅啊，伊講伊到底上地是啊，伊困，伊講伊直感覺係第有看到人咧，伊阿妹請起來時看到伊名稱卡嘅，第一個阿伯，佢知道名字啥？阿伯個知道名字啥？伊知道啲咧頭殼開到頭殼係字啥，就一人嘅啥字啥。你記哩嗬？你記哩哦？你就我只見特別啊！一幾你就人幾咪得㗎啦，差唔多上嘅白燈。伊就是講啦，到底你名稱卡邊可能啊？像你啊是你到底名稱嘅你邊啊是邊個去向一邊嘅時啊？你想看啊是你邊個一邊是你看到另外一個人一邊鼻孔對鼻孔啊，然後幾看到你記哩？喲，我顯起先啊！成顯嘅嚟講，成顯嘅嚟講。我會讓當劍啦，差唔多點數俾搞。你本來是講我當劍燒掉，我讓個告訴佢，你講continue講第二出咯。嗱，是想啱咩？Actually，我都冇驚。Actually，我 still OK。你 still OK 啦？我咩嚟告訴冇出來嘅喎。啊，唔會，等陣嗰啲燒酸一直係 continue 就會特別 long 特別下禮拜個都嚟聽啦。OK 啊，你咧 show 什麼浪啊 ？OK， 所以當今暫時是講個這邊導性啦嚇，你人禮拜嚟是要聽即個豆腐嘅正式嘅故事咧，但係講唔有冇正上面了，點先？但是禮拜你要聽，正頭嘅正嘅。啊，我就較早一個你學特斯啊，你時你講冇噏啦。啊，冇啦。OK，你咪今日就是講咯，你就是特別禮拜個都嚟聽，我人誒古嘅故事，往介接落去講continue講我人即係豆腐嘅故事。然後就是講人驚嚟講唔加困咧，人都接掉教王就講今日就早起天光啊，加困咯。OK 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往這禮拜特別嘅邊是908條毛毛鬼加日本豆腐。我吹未掉我聲哦 ，OK 啊，佢笑過啊。